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行！今日哦，带你来这个神殿，内面有真侪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啊，你台语好无？好。今仔日啊讲台语哦，啊你啊好啊表现哦，安尼我即摆就请我的好朋友紧出来，石门小奶啊！守护宝藏是个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看到恁的精神，我的心情哦非常的好。我今仔日哦要分享我的心情，互恁知影。最近啊，我有去家人看海，结果拢无拄到落雨呢，我实在有够幸运的啦。所以石门神要问小朋友，平常时恁敢有拄到啥物好运，也是幸运的代志？我拄着蛇，尿无带出来。拄着蛇，拄着蛇啊，尿无带出来，安尼勉强会当是幸运啦。啊，搁有无？我伫灶骹捡着500块。捡着500块，啊你敢有摕互恁妈？有安尼我发票中200块。 200块，啊你敢有摕去买物件？有啊。今仔日我有帮忙阿母摒扫，阿母互我耍手机啊。哦，平常时袂当耍手机啊，是无？对。安尼小朋友，恁逐个哦，拢是天公仔囝，非常的幸运。那呢，即马就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有气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大王来头队，出啊！欢迎光临。来，甲恁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好朋友汉信啊！来，汉信，1万2万，哦，得奖！汉信，你是咧欢喜啥？真欢喜的啊！我发票啊，唔知得偌济钱咧。唔知得偌济钱？创啥啦？我甲你斗对者啊！免，我拢对好啊！我甲你讲，得这个钱哦，换这新的装备啦，新的器材，还有这小朋友耍啊，看着欢喜无？袂歹哦，最捧场的咧。小朋友，我来问你哦，头先想讲得到发票200块。得发票的是啥？好，我问你哦，若是你得到200万，你想要创啥买？200万想济啊，想无？足济物件啊。日母，若200万呢？你看下，200万。妈，要买啥？买超跑。买超跑。这样。跑车你有介意跑车就对啊。对。哦，超跑200万，可能佫买无啥会起，爱5张，来，来2、3、4，来，这5张吼。你即摆摕到1000万的发票，你的表情是啥？1000万。超跑。好，即摆就要来考恁甲好运有关系的题目。好，有信心无？好，来，带着这最有信心的声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好康斗小报，一个人先投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题目，其他队员换球台，甲球连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有真侪物件甲求好运有真大的关系，咱发过哦，代表着发财嘛，会发对。也是讲咱去拜文昌帝君。咱就传一寡物件，菜头、芹菜、甲葱啊，菜头就是好菜头嘛，芹菜就是代表这个骨力，啊葱啊咧
就是聪明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有有啊。好，即马就来看卖恁到底是实力还是运气好？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开始啊！来哦，向我准哦！上我准呢！哎，第一个题目，什么动物的古早代表皇帝？皇代表皇帝，紧的哦，上我准哦。哦，是好呀！好呀，好，第二题，第二题。第二个题目，第二个空较细哦。哇！会当甲人接收的物件，物件。搁一届，较大声的哦。啊，你两个会当讨论，你两个会当讨论。会当接受的物件哦。食物咯，食物哦。哎呦！到底是什么？记得加油，这边。加油！搭一个接受的物件，搭一个你有想要选搭一个无？接收。哦，第三题。来，我会当。紧的会当的哦。会当啊！哦，第三题，听好。什么生命拢是一对的？一对的，一对一的，对的。一对的哦。你有讨论出来无？哦，想看卖。有无？想要选搭一个？加油！加油！一对的，加油！一对的。一对的，一对的。想看卖哦。哎呦！哦，煞三个题目拢有答案，啊，毋过毋知影对毋对，现来噶。到底对几题咧？恁感觉恁对几题？头先你安尼看起来，一对。一题无对，嘿拢无对哦。有啦，咱看卖一个啦吼。咱第一个题目是，来恁念看卖。什么动物的古早代表皇帝？恁选择的是啥？虎爷？对，啊是安那选择虎爷？什么动物代表古早皇帝是虎爷吗？敢是？毋是吧？龙。啊，龙咱通常有当时啊，佫会念啥？龙。龙。啊，恁较定听到龙还是龙？哦，较听龙哦。哦，好，咱来看第二题，会当甲人接受的食物，恁选啥？龙。哦，你敢会早食龙？祝你生日快乐！袂嘛，你一定是穿遐寿桃啊、面桃，家己迄落接受嘛。第三个题目是啥物咧？念看卖。什么生命拢是一对的？选的是啥？门神。总算对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但是这就较有概念嘛，因去庙里拜拜，有当时拢会看到，对毋对？啊，第二个是啥？虎爷。哎呀，发音拢非常的标准。你敢知影虎爷伫倒位？庙内底。庙内底的倒位？生命的下骹遐。哎呀，厉害！把我写吹落。下骹。生命的倒骹，嘿，较正确的讲法是生命的倒骹，嘿，倒骹。新豆。新倒下骹，新倒下骹，安尼就内行啊！咱来看卖，恁钓到一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袂歹哦！安尼马上要来进行第二关的挑战啦，有信心无？继续加油好无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힘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着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小朋友，恁敢知影我的幸运米是啥？唔知。唔知哦，甲你讲，就是我这哇，我的羽毛。我甲你讲，羽毛早的身躯哦，一定发生好的代志。摕到这个幸运米，你这关通啊摕到一个金箍箍，啊，就你啊，弟母，你今日规关拢会足好运的，好唔好？真的。真的啦！我甲你讲，今日好运拢发生伫你身躯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哦，一个金箍箍，即摆要来考试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好，开始哦，开头前来哦。开始哦。好。喂，花干。会干掉，厉害好，几哦！位。一早。唔对，唔对，快紧，连你再甲你教安怎念？有啊。
药啊，嘿对药啊，嘿，狗屁，高比，嘿对，好这位来，嘿，加油！好幸福，好幸福对，真好，哦，佫选到遮准的哦，平安藤，无唔对，照理念就对啊，平安藤，哦，迄落拍个头开，爱加钱的无？拍个头开，加钱啊，辛苦了了，好，无紧谢谢，谢谢。来。好，啊，咻咻紧，去庙的摕迄落杯啊喏，手杯，嘿对啦，上杯，真好。真好真好，喝咯，好罗对好罗，嘿，小可音调一下就对啊，客椒，客迄落客椒，嘿对客教，哎呀厉害哦，照理念就对啊，暗时会飞出来，暗时会飞出来，暗时会飞出来，好谢谢，谢谢，要紧要紧，咱把握时间吼，昏觉，嘿瞓觉，嘿。完过，真好，真好！机灵，哦，厉害呢！哦，那遮强啦！猪啊，唔对，唔对！嗨啊！鲤鱼，鲤鱼对，嗨，香会，什么会？你咧拜拜样啥？你点啊去甲神明拜拜？香会，嘿啦！哦来，刚才一尾鱼仔伫遐尔咧，互家己一个破声啦，真无简单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啊，咱来看觅有倒位无讲好？哦，结雕，迄是念结雕，搁念一个结雕。哦，啊头先我讲亲像四脚伫咧涂骹白无？嘿啦，周子啊，周子有当时有加钱嘛，是代表好结雕的意思。好，啊，咱搁看觅啊，蝙蝠，夜婆，头先是想抽到即个题目，夜婆，安尼即摆就响，大声甲念出来。好，啊，再来蝶啊，吼，咱搁看觅啊，哦，咱来去庙会拜拜，会通啊求一寡香火，嘿，香火。恁拢总得到1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厉害哦！李母，头先恁得到半个金箍箍对毋对？即关摕到一个金箍箍，你感觉甲即支毛有关系无？有啊！来，搁甲收好。好收好。后一关同尾关啊，好好加油！准备接招，拼来甲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伫台南安平有一个足特别的设计，伫迄个时代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做伙带恁来看卖，兴来甲！听讲伫安平有一种真特别的图案，是一只狮喙内夹一支剑，伊有各种无同款的形哦，而且真侪所在拢有哦。这项物件是有啥物用途嘞？咱的剑狮的由来就是以早400几当北军啊，因逐工下班手提的武器就是咱讲的盾牌甲剑，啊等于挂伫因兜的门下尾，狮啊连顶有绕水4支喙齿，啊挂一支剑，所以迄阵的贼仔只要看到这家伙啊有放剑，就知影这是守护他们家园的一个图腾。哦，原来家家户户伫门外安剑狮，会当求好运避歹运哦。哪会有遮尔侪无同款式的剑狮？恁敢知影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到底是啥物原因是遮尔无共款式？红记记白色色。哦，白色色尾头讲到尾，互恁考试袂吊车尾，这非常简单，这就是吼阶级的分别。
这个剑师哦，就甲这个军队的盾牌同款。啊，这个以前哦，上界关键就是咱总兵。总兵的色水就是紫色的剑师，啊，一般的兵士哦就是用乌色的剑师，安尼你知影？哦，敢是安尼咧？红记记安怎讲？听八公大大，听人这厉害，互我来讲，互你知。其实就是愿望的意思。这愿望的意思，蓝色代表的就是学业，啊，青色代表的就是健康，啊，紫色咧就代表着运气甲安全。安尼恁知影无？多谢红记记，是愿望还是该急？诶，你安尼听起来，恁感觉咧？想看卖哦，愿望。愿望。为什么是愿望？诶，红记记拄仔讲的有讲到运气。礼物。我嘛感觉红记记。红记记是安怎？你唔好叫我看伊哦。是安怎是红记你若记啊？是你的想法，你会使讲哦。小朋友，你详细听好哦，就甲咱的台军刀同款，无同款的色水，就是无同款的阶级，乌色的上界厉害。对。礼物，你也是感觉是红记记哦？哦，你这支毛换羽毛换插伫咧遮。啊是你即马羽毛摕起来，你发光者，想看卖？想看卖者，好哦，确定要是红记记啊？你讲你摕这支羽毛，即马想要改什么答案？白色色。白色色。来，咱即马来投票看卖者，要选红记记的野手，要选白色色野手。好，即马歹舞啊！恁好，我讨论者。为什么加多石头纸。加多石头纸。好，来。加多石头纸。啥？好。哎呦！所以恁这队选的是白色色。干安呢？所以恁这队选的是白色色。干安呢？恭喜！其实哦，来解说一下，一开始干到安平水师的军队才会使用，后来因为地方要封贼头，就伫门口挂着咱的乌色还是青色的剑师。好，恭喜恁得到一题哦，第二题加油，准备接招，现来甲。色水无共掠我，西喙加的剑嘛有伊的意思哦。剑按倒边，先对正边，听讲会当求福气。对正边向倒边，听讲会当闪过歹运哦。若是两支剑夹相切，会用伫顶线，伫遮你会当照家己要爱的，做出无同款的剑师。无论啥物造型的剑师，拢是代表平安甲好运哦。家伊挂伫咧门顶悬，运气就会变好哦。讲到运气，恁敢知影倒一句话会当代表好运的意思咧？你看，原来剑师哦，迄剑是插倒一个方向，拢有伊的道理伫里哦。啊，到底倒一句话代表好运呢？若是拄着好运，你会当讲一空掠三尾，因为呢，一个水库内底吼，上济会当掠着一尾，啊，毋过你迄个非常幸运，你掠着三尾，安尼是毋是真幸运，真正有够的啦？就是一空掠三尾。听起来敢有淡薄道理哦，红记记。我甲你讲，迄就是一只牛剥双领皮。你看一只牛遮尔大只，毋过伊会使剥双领的皮，安尼你讲伊无够好运吗？双领皮。一只有敢有两领皮？红记。红记记啊。红记记。晓信你感觉咧？白色色。白色色哦。一空掠三尾。一只牛只有。一领皮。哦，你是用这个想法去想的无可能的代志安尼。牛就是一领皮尔，哪有双领皮？啊，真好咧。真好。白色色。你捌白色色？我感觉伊讲的真有道理。真有道理哦。白色色，因为白色色伊是有三倍，红记记伊是有两倍。用数字来定啦，你两倍啊！你头先来讲，一只有通剥四领皮你啊！你就是无够好康啦！我是无够济啦。日母咧，你感觉？
白笑笑。好，所以恁选择的是白笑像敢安呢？对啦！恭喜！恭喜！我感觉这几集恁拢足好运的，原本拢敢若选唔对，啊，毋过运气总是徛伫恁这边。该刚讲是这个乌毛的关系。有可能哦，你看，好运啦！金甲头搁当一下，嘿。啊，红记记即句话我嘛甲大家解说者，一只有北双领皮的意思。我用举一个例，互恁听看卖，就是像哦，有人邀请去我去邀请你唱歌，去买艺唱歌，唱又讲，哦，唱得足好听的，留落来主持啦。主持我敢若唱歌20分，到尾变留伫遐3点钟。啊，伊搁敢若互我唱歌的介绍。唱歌介绍，安尼就是一只有北双领皮。我了解这意思。我足生气的，啊，毋过我嘛是留落来做啊，因为咱人好。啊，咱即摆来看，恁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赞啊！所来，到底摕到宝藏无？来哦，准备这招现代ca。2遍的机会，敢摕到宝藏咧？你感觉咧？足大声的第一个动物要选择互什么动物咧？你要选多一个动物？动物山牛。动物山牛是安怎咧？无啊，感觉就是动物山牛。感觉就是好，安尼笑先囥起哩，啊，袂试落，我讲请试落再试落哦。确定是动物山牛？是。好，请试落。加油哦！啊！动物山牛对无？剩还有一3个动物个机会哦。，剩一个机会。小婷，小婷，哪里？加一呢？听伊呢？听伊呢哦。这样好，你嘛想要选哪里是无？礼物诶。对。哪里？哪里啊？弄哪里？好，手囥起哩哦。哪里？到底敢要摕到宝藏登记加？油依然甲动物分享无？请试落。哪里？哇，对啦！颁奖！恭会当得到咱的机器人的模型组。哇，这赞耶！那就赞啦！有欢喜无？之前敢有捌算过参照这款的机器人？无。无哦。我是最厉害的呢。厝样无？这是毋是袂歹？真好算。够厉害，安怎讲？安怎讲会当甲这个物件，甲伊摇悬。哦，像脚踏车安尼哦。对。来。哎哟，转去一定要好好算者。恁台语其实讲了真好，只是今仔大喙暗箍，我都讲甲伤大声。平常时拢甲谁讲台语较济？阿嬷。阿嬷。阿公。哦，阿公，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